新闻逐工在报，这老师说是无惊半人共款。来看这新北中和永和一间幼稚园传出着虐待囡仔案件，这家长今仔日指控囡仔8月去读书了后呢，这身躯顶开始有乌青，甚至伊的面有吹起痕。9月报警察处理，想袂到这监视器画面煞互拍掉啊！学校表示讲已经甲这老师停职接受调查。新北市教育局也讲会依法罚这负责人30万，毁掉证据的部分检方当咧侦办。相片内底会当看到囡仔面明显有加热。这个细汉囡仔8月中去新北中永和一间幼稚园上课了后，身躯陆续出现乌青，喙边佫出现大人加热，家长真痛心，由面带陪同出面指控。我们是去医院，专业的医师回答我们，这个伤痕就是明显的咬痕，并非2岁同年龄会造成的。这个警方尽速来侦办，来协助家长来厘清真相。家长指控囡仔去上课了后，陆续出现伊的面、倒手骨有乌青。9月12日，甲警方报案，社会局的家暴防治中心有打电话来确认事件的细节，因为一直等无教育局的回应，才向议员订正。教育局第一时间受理启动调查，并要求疑似行为人立即停职，查证属实将严惩行为人最重60万。且终身不得担任教保服务人员。孩子这只要出事情了，有出那个状况，我们都是不愿意看到的。这个老师的部分，教育局提请我们让他去停止他的调查，我们已经在协助调查当中了。其他部分就是主管机构去调查，然后我们就全力配合。教育局讲已经要求好像虐待囡仔的教师停止接受调查，并依法裁罚负责人30万的罚款，涉嫌消灭证据罪部分由检方伫侦办。教育现场现在这个老师缺乏严重到无法想象的地步，因为人很难找，前端就没办法筛选，有资格你就求之不得了。也是因为人力匮乏，根本也不敢管。人力匮乏是一个核心的严重的一个问题。对于幼教现场一直发生好亲像虐待囡仔案件，担任这件案件调查委员的资深幼教工作者嘛真感慨，幼教工作真无用，仍然欠缺这个现实，也呼吁政府爱重视这个产生的一寡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